7月5日陪你讀新約，使徒行傳8章9至25節。有一個人名叫西門，向來在那城裏行邪術，妄自尊大，使撒瑪利亞的百姓驚奇，無論大小都聽從他，說：這人就是那稱為神的大能者。他們聽從他，因他久用邪術，使他們驚奇。及至他們信了腓利所傳神國的福音和耶穌基督的名，連男帶女就受了洗。西門自己也信了，既受了洗，就常與腓利在一起，看見他所行的神蹟和大異能，就甚驚奇。使徒在耶路撒冷聽見撒瑪利亞人領受了神的道，就打發彼得、約翰往他們那裏去。兩個人到了，就為他們禱告，要叫他們受聖靈，因為聖靈還沒有降在他們一個人身上，他們只奉主耶穌的名受了洗。於是使徒按手在他們頭上，他們就受了聖靈。西門看見使徒按手，便有聖靈賜下，就拿錢給使徒，說：把這權柄也給我，叫我手按着誰，誰就可以受聖靈。彼得說：你的銀子和你一同滅亡吧，因你想神的恩賜是可以用錢買的。你在這道上無分無關，因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。你當懊悔你這罪惡，祈求主，或者你心裏的意念可得赦免。我看出你正在苦膽之中，被罪惡捆綁。西門說：願你們為我求主，叫你們所說的沒有一樣臨到我身上。使徒既證明主道，而且傳講，就回耶路撒冷去，一路在撒瑪利亞好些村莊傳揚福音。